主后2022年10月初3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分别真理的神。圣经，咱来听读约翰一书第4章1节到6节，咱做伙来读。亲爱的朋友，毋通相信逐个神，着查验这个神是对上帝来，也毋是，因为有真侪假先知已经出现伫即世间。恁通用安尼来认捌上帝的神，宣认耶稣基督正做人来世间迄位神是对上帝来的。毋宣认耶稣迄个神毋是对上帝来的，这是基督的敌对者的神。恁有听到伊特别来，现在已经伫世间。少年朋友，恁是属上帝，佮已经赢过假先知，因为踮伫恁内面的圣神，比踮伫世间人内面的神佮较强较大。假先知是属世间，讲世间事，所以世间人会听因。咱是属上帝，捌上帝人会听咱，无属上帝人毋听咱。对即个咱入捌真理的神，甲迷惑的神，以上分别真理的神。笔者以前的吉他老师，捌和一间大教会的敬拜团合作。老师分享，迄个敬拜团的音乐水准真悬，而且真用心准备祈祷词甲串场，特别带领的敬拜学乐拢真熟练，常常互人感动。总是当伊为着护师甲团员做伙生活，过暝才发现团员私底下并未做伙祈祷。台顶的美好敬拜，只是好的音乐素养，甲演出技巧的熟练表现，空有属灵的术语，却无相对应的性命。外在甲内在无同。今仔日的经文也提醒咱爱细致伫即点。当耶稣搁我上天一段时间了后，教会不断出现用各种法律言辞欺骗人的假先知。这人伫教会传达似是而非的道理，用真侪演讲甲舞台技巧，互人感动。总是因私底下的生活却放荡懒散，做逐项得罪上帝的代志。因甚至伫教会教示，即种生活袂污染灵魂，因为耶稣从来毋捌降世做人，毋捌拥有肮脏的肉体。作者约翰对即类混乱教会人非常生气，直接讲因是有的是敌对基督者的神，因为因无承认耶稣道成肉体，说明了因内面根本无上帝的神。约翰劝勉兄弟姊妹，因所领受的圣神，教育互因辨别假先知。假使想起耶稣基督的教示，就会当辨别真理的神和谬误的神。人的智慧甲眼界常常真好看清楚真相，咱的经验和所踮的环境也有限，因为安尼判断代志总是偏颇，并无全面。连咱的目睭、咱的记忆，拢有可能互欺骗，也是错误。所以，咱伫信仰中间经历到的某一寡感动的感觉，并袂当成做咱判断一个人是毋是属灵的标准。就亲像本文一开始讲到的教会敬拜团，
因带领的敬拜，检采通引起共鸣和感动。总是真侪非教会音乐也会当互人感动流目屎。毋过，咱总袂讲迄是圣神感动，是无？只有谦卑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借着圣经的话语、圣神的引带，才当帮助咱判断所领受的是毋是真理。笔者伫教会开设信徒培育课程，透过详细阅读圣经的经文，互信徒了解信仰的基要真理。有一位执事分享，伊上完这10堂课了后，搁较容易分辨别人讲的是歪理还是真理。伊讲，捌有一遍拄着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。对方讲爱正确呼求上帝的名字，祈祷才会当得到上帝的垂听。伊心中常常有感动，开始甲对方说明上帝名字的起源，并用圣经解说耶稣基督是主，互对方无话通应，自然离体。愿咱也当搁较认真追求上帝的话语，透过圣神的引带，搁较明白真理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常常默想上帝话语？对默想上帝话语中，我捌得到甚物感动和启发？我是毋是常常默想上帝话语？对默想上帝话语中，我捌得到甚物感动和启发？咱来祈祷，圣神啊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帮助我明白上帝话语中的奥妙，互我行伫正确的道路，无偏左右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